老板，你在忙嘞？行，我先把合同看完啊，你等会儿一下啊。行，这合同应该没问题啊。行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老板是这样的，那线下的一个小芳嘛，她总是早退，要么迟到的，我想把她开除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小芳，严总，我过来了。过来了，小芳是吧？那个奶奶现在还在医院是吧？是的，下午3点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老板。行，我知道，上午财务跟我说了，我特地让他直接拿了2万块钱过来了，知道吧？那我现在把钱给你。好。哎，钱怎么剩1万呢？主管？不是老板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你不会怀疑是我偷的吧？不是，刚才没别人进来呀，财务把钱送过来之后，是吧？我在看合同，是吧？就刚才你在这儿，我也没注意，是吧？现在2万变1万了，没别人呢。可是你看一下，我浑身上下连个口袋都没有，我怎么偷你的钱呢？老板，不是，你不要瞎冤枉人好不好？我不存在说冤枉人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期间真没别人过来，再加上这个钱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消失了，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不是你还是谁呀？现在这个社会可是法治社会，要讲证据的，不要瞎冤枉人。老板，不是，我深度怀疑你拿了钱，你还这么嚣张，你还要证据，还要证明。那今天我就给你证明看看，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钱，你还敢拿？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这个钱其中的1万是不是这个主管拿了？如果是他拿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这个钱可是给员工的奶奶的救命钱呀！保洁，臭保洁发工资了啊！发工资不知道领，还我给你送过来，你面子多大呀？啊，还拿着，这是你的5000块钱的工资，你拿好了，知不知道？还感谢，就这样感谢，你也挺鸡贼的啊！感谢，不知道表示，还非要说几遍了，挺，这100块给我干嘛呀？打发交话子呀？要饭的呀？好，你家一小孩这么高的，那你挺能生的，生几个呀？啊，还生3个，养不起了，那1个就不生，你还生3个啊？养不养得起关我啥事？我不跟你说了啊！你这个100块钱啊，你还挺瞧得起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现在换季了，我想去换一身行头，好吧？我前天在商场去看到一套衣服很漂亮的，我这个衣服穿了好几年了，你就跟我赞助一点，我去买一套。我的工资确实发了，但是我舍不得啊！别动，我拿一点儿，这一点儿大概买了一套衣服来凑合着可以买着啊。然后这个衣服搭上了鞋子要搭配，对吧？那么我再得买一双鞋子，这个钱肯定就不够了，那再来一点，好吧？别动，来，哎呀，叫啥呀啊！这个买鞋子应该够了，我看你这个有300-400块钱够了。你看公司包吃包住，对吧？啊，然后我把你介绍过来，风不吹雨不晒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这个也挺可以了啊，好好工作啊。等一下，王主管，干嘛呢？哎，老板好。发工资了？是的，我在跟这个大姐发工资了啊。我看你这手后面是干嘛的呢？啊，这是我的钱，我也发工资了。你的钱呀？是的。你发了多少啊？我这个月我发了19800。19800，这么多呀？是的，这不是老板待遇好嘛？是吧？老板平时还是挺关照你的吧？对，老板对我们没话说。是这样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。今天晚上呢，那个隔壁省的那个张总啊，到时候要来咱们这儿。你知道合作1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关键呢，最近老板手头比较紧张，是不是啊？他来了，怎么着也得请他吃个饭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看能不能挪一点钱来请我去吃个饭，老板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大个老板，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个小钱吗？是吧？一样啊，我现在不是手上紧张吗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而且这张总还有一个爱好，是不是？他一般吃完饭就喜欢去唱个歌，是不是？他唱歌肯定还得来一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老板，你真的拿太多了。拿多了一样的嘛，是不是？老板平时也挺照顾你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不说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张总，他一般的啊，唱完歌之后还有一个爱好，他喜欢按个摩。那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啊。不是老板，你把我的钱都拿没了，我就没钱了。你这没钱了啊？这是你的钱吗？那我在我手上你拿走的呀。那这我手上也是我的钱呀，是不是？那这是以你自己的全职在我手上拿走的吗？那你这个钱到底是你的是谁的啊？我刚才在后面看的都一清二楚啊！6000块钱的工资，保洁1个月辛辛苦苦的啊，为自己创造的这点价值所剩的这点工资啊，被你扣的剩多少了啊？300块钱啊！人家一大家子还怎么生活呀？哎呀，老板，你看他是我带出来，是我老乡，在家里啊养鸡养鸭，1年都挣不到几百块钱，我把他带出来，你看1年12个月，这几百块钱，1年就几千块钱了，这不错了。还你带出来了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啊？既然是老乡来到工厂了，你更应该的是从背后去帮助他、关爱他，而不是在背后打他一枪啊！这就是你所谓的老乡，还你带出来好，还一直说你对他好，你对他好什么样？我问你，怎么不好了？这是啊，好什么样？你说呀，你哪里好了啊？这，你看我把他带出来，这有吃有喝的，还每个月还剩一点钱，还有吃有喝，你还在这冥顽不灵答应你人，你不是对他好吗？是吧？来，多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呢。
把他的活呢给我干2个月来，你不是对他好吗？不是老板，我是做管理的，你让我做他的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扫把你要接着你就接着啊，你要不接着啊，你可以现在直接收拾东西啊，去财务那儿结完公司跟我走人。那我做多久呀？你做多久？2个月的时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他来到这儿本来都是从5湖4海是吧，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咱们工厂是吧，都不容易是不是？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，1个月也就6000块钱啊！你作为老乡，你就磕了这么多钱，你又没有想过，他到这个年纪了，他也有老人，他家也有子女啊！你想想他又怎么该生活呢？他有可能这6000块钱是他家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还你在那儿说干怎么着干这个保洁，你还心里不是特别舒服啊？感觉丢女人似的啊？那肯定的，我那还肯定的啊！人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美，而不是外表上的咋咋呼呼。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只有人品才分3六9等。人家保洁阿姨怎么了啊？他们每天起早贪黑的，是吧？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，把大家的办公室是吧，工厂的区域部分是吧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是不是？是值得可敬可佩的啊！而不是你所在的这种肮脏想法，知道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能干就干，赶紧拿着走啊！不能干的话啊，你直接跟我走人啊！我干。那不好意思啊，大姐啊，你这事儿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呢？你这事儿可以找厂长啊，也可以找我呀，知道吧？办公室就在这一层，是不是？那你先把钱拿着，知道吧？能不能听懂我说话？你再记住啊，你是不是卡还没办呢？我看怎么发的现金呢？没有办卡是吧？你记住啊，厂长人也还是不错的，知道吧？有事儿今后第一时间去找厂长或者找我，然后这样呢，我带你到财务那儿去呢，把你卡先办了，是不是刚来没2个月呀？走，先走吧，走。哎，怎么玩手机呢，小李？严总，你来了啊？那个正好我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打算这2天我就不做了。怎么不干呢？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也都挺稳定的，这工资差不多每个月基本上都挺稳定，有个1万左右了。是的，我也感觉就是说在这里干了这么长时间的，然后每个月的工资的话也不低。是因为这样的，就是说那个今年我回家不是要结婚嘛。然后老家的房子呢，到现在还没买，买房是吧？对，所以感觉个人的一个压力比较大，然后的话，我也想去摆一下地摊儿，因为去年我家亲戚在老家那边摆摊的话，我看他都已经买了2套房了。对，这个摆摊你要是掌握技巧，熟练好了，确实也能挣了很多。对，所以我也想去学习一下，行动一下是吧？对，让跟家里商量好了，自己也决定好了是吧？对，已经商量好了。行，那这2天你还是先正常工作，你这样一会儿下班之后上我办公室来一趟，好不好？好，行，你先别玩了，先工作了啊。好。那个小李刚才在工程听你说，就是确定已经这个事儿定了，想回家跟你朋友去摆摊。是的，严总，已经确定了。确定了。你那个朋友他之前摆摊，他一直是做什么产品的呀？卖什么的呀？是？他卖的是那个儿童的一个服饰。然后去年的话，像那个5、6月份不是正好地摊经济火爆的时候嘛，他也卖了一段时间那个玩具，而且玩具都还是从我们这边拿的货。卖了一段时间从这儿拿货，是吧？卖的怎么样啊？看着还挺好的，好就行啊。主要呢就是了解一下，把你叫过来呢，主要就是问一下，因为跟到我身边呢也都5、6年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怎么说呢，也不舍得放你走，毕竟也这么多年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想说的就是，这个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。其实我也不希望你们任何只要有干劲儿、有梦想的人、有上进心的人，我也不希望你们一辈子窝在一个工厂里面，知道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打工这个事儿呢，流水线这一块呢，只能说是养家糊口，知道吧？挣不了什么太大的钱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有时候也不是说打工不好，有时候打工可能就是说长期的把人的一个思想呢，可能有时候给固化了，知道吧？就没有心情说去考虑到别的一些东西。如果说是吧，自己想去创业或者想去做什么事业，是这一个板块，知道吧？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，所以今天特地就是把你叫过来了，主要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。因为这段时间呢，公司一直是在招收那个区域经销商、区域总经销商，这个你知道吗？知道是吧？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区域经销商呢是有一个费用，是5999的一个费用，明白吧？然后呢是给到你们呢，他们签区域经销商的这些人呢，给到他们一个工厂的内部出厂底价，叫内部出厂的成本价格，明白吧？这是一大优势，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。第二个呢是可以给到区域经销商的一件代发的政策，可以不用囤货，明白吧？所以减轻他们资金上很大的一个压力，可以让他们去进行小本创业、轻资产去运行这些事情。第三个呢，也是一个最主要的，
就给到你们呢，都是一个区域唯一性、区域保护，知道吧？综合这3点呢，就给工厂放到这个政策和福利和扶持是相当大的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来工厂这边签完这个做区域经销商的呢，基本上没有说一个没挣到钱的，只不过是挣多挣少而已，知道吧？所以把你今天叫过来呢，因为看你也跟到我身边6、7年了，所以就想问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想法。我是怎么想的呢？因为我呢也比较喜欢小孩，所以说呢，我对这个玩具呢我也比较喜爱。所以这么多年来呢，我也能把这个事业，把这个玩具做到这个程度来，是忠于我的一个喜好和喜爱，明白吧？所以干任何一件事情，不光光说是为了去挣钱，你得对它产生热爱、喜爱，你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，做到极致来。你说是这个道理吗？嗯，对。所以说我就问一下你，你在工厂这6、7年，就是说，在玩具工厂这一块，你现在对这个玩具的一个感想是什么样？就是说，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。玩具这一块说实在话，就算去卖的话，肯定也是比较畅销，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，对玩具各方面的一个性能，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对，是我时常一直说的一句话啊，玩具这个产品，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产业链，知道吧？对。所以说呢，基于这么一个点呢，在工厂之后呢，叫你来办公室呢，我就考虑到了跟你说这个事儿。因为来之前呢，我查了一下你的那个户籍所在地，知道吧？现在还没有被人签这个区域经销商，所以就考虑到呢，让你回家直接去做你当地的这个区域经销商。这个费用呢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这个费用呢就不用你自己出了，好吧？然后把当地的名额呢就直接留给你，你好好在当地去拓展。再加上第4个啊，去了之后会跟你进行一系列的培训，你当地的零售销售模式、批发销售模式、门店销售模式，以及当地的一些区域下一级的经销的销售模式，都会通通的给你讲解到，培训好，保证就是基本上怎么说呢？只要你人不懒的情况下，应该都是可以挣到钱的，知道吧？嗯，所以说呢，就看你自己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。听严总这么说，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，但就是今年加上回去要结婚，主要是还是手上资金这一块吧。我知道你昨天是说结婚来着，是吧？对对，这个事儿是今年就已经要定，是现在回去要结还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今年回去的话，就是要定日子嘛。定日子了是吧？对，定日子，等于已经订婚了。嗯，是这样是吧？缺多少？目前的话差个2万多左右吧。差个2万多是吧？对。你准确的跟我多久了？是？算下来应该有差不多7年了，接近7年了。对。这样啊。我直接给你拿3万了，好吧？那这都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呢，这个钱呢也不算你借的，好吧？这个钱呢就算作是你跟了我这6、7年的一个时间，我给你的一个，好吧，份子钱，好吧？也希望就是说接下来的，如果你在当地回到当地，你去做你的渠道批发市场的，好吧？我希望你能把它做好做大，好不好？嗯，行，拿着吧，那你先这样，好吧？行。然后明天呢？你去把你工作那边交接一下，交接完了之后呢，明天到公司来跟市场部的负责人，好吧，跟他正式交接一下，确定你当地的区域的一些事情，好吧？好，行，那你先这样，好吧？谢谢，好好干啊，好。你看一下，咱们这个对账单出来了。哦，来看看，你的在哪里啊？你看哪个？我来找一找。这个是我的，来，我看到了你的呀。对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多呀？哦，是啊，怎么是5700多呢？我记得好像是2800多呀，是不是弄错了？你的也太多了，哎，我的是1290，你的5700多，天哪！你好厉害呀！这个不知道哎。哎，老板忙着呢。怎么了，小珍？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来找你就是说个事情。说什么事情？不是我前2天怎么手上还拿那么多钱呢？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前2天嘛，我在那个公告栏上面看着，我的那个计件工资啊，给我多提了有2000多个，然后导致工资呢好像发了有多了4、5千吧，我当时想着这个可能是到时候发工资就不是这样子的，没想到昨天发工资还真是说多发了5200块钱，是这样是吧？就是说我想了一晚上，都是在外面工作的，我也不知道是。主管还是哪里出了错，多发了还是怎么回事？我心里想着，做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，然后呢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也不能要弄得我一晚上我都睡不着呢。所以说我今天一大早就赶紧过来，我说我把这个钱怎么样我都要拿过来给你的，
这是5200块钱，你可以点一下。等于多记了2000多个件儿，对是吧？对。然后等于说导致了工资卡上多发了有5000多块钱。是的。然后今天把它取出来了。首先呢，你这种精神啊是非常可取的啊，也感知到你这个人的一个善良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我现在具体也不清楚，不知道是主管给你记错了，还是把其他人记到你那边去了。你是从那个计件公告栏上看见的是吧？对。行，大个事儿我知道了，等于多发了5200是吧？你这样呢，鉴于你这种精神啊，在厂里这种员工呢，还是算是没白疼你们，白关照你们。这500块钱作为精神奖励，好吧？你把这个钱拿着，然后回头这个事儿我核对一下。好吧，你先把这个老板不是我的，我不要这个。没事，这是奖励你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，相当于好吧？你把这个钱拿着，马上呢也快中秋了，好吧？马上也快中秋了，公司呢准备的月饼呢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还没开始发。这2题月饼呢，本来每个员工就只有1题，给你呢单独多发1题，你把月饼拿回家呢，家里老人孩子，好吧，尝一尝，提前呢就过个中秋，中秋快乐。然后这个事儿我回头我去核查一下就行，好吧？那这样子真是太谢谢老板，没事，你能主动把钱返回来，是不是？证明你这个精神在这儿。你要不返回来，其实公司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证明你呢，公司也没有白疼你们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就先这样，我回头核对一下，没别的事儿，也就没别的事儿了，好吧？好了，这真是太谢谢老板了。行，没事，你下去忙吧，我这儿还有点事儿，好吧？好，慢点啊，表哥。又怎么了？最近遇到烦心事太多，不要跟我说，别回去。不说心里难受啊。难受我也不听，你这看我这一天忙死忙活的，是不是？哪有时间听你负能量啊？我告诉你，生活就算再苦再难再累，你也得跟我好好活着熬着挺着，明白吧？可是心里实在难受啊。你说你一70男儿，你难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生活如果处处都如意的话，那还叫生活吗？是不是啊？记住一句话啊，梦有西风起，人生不言弃，你还年轻。为什么再穷不要打工？今天我们来算一笔账啊，1个月6000块，1年就是7万2，吃完喝完存3万块，正常打工呢40年120万，在一个城市还不够买一套房，还要买车，结婚生子，身后还有一个家庭。所以说宁愿创业吃馒头，也不要打工吃大餐，宁可摆地摊，也要当老板。如果13年前我没有选择创业，我可能现在还在工厂打螺丝，买不起房，开不起车，结不起婚，老人也赡养不了。其实男人翻身也就是那么1、2年的时间，趁年轻还是要多出去折腾折腾，把握好机会了，真的能逆天改命。就犹如我们的共享玩具店一样，让客户花1个玩具的钱，可以玩到300、400款价值5、6万块钱的网红新奇特爆款玩具，而且玩坏摔坏不需要客户赔，也不需要店老板赔，直接返厂换新即可。目前我们已经签约500多家了，开业的呢有200多家，单店模型已经非常成熟了，而且盈利的方式一共有7种，回本周期快，公司这一块也是全程帮扶指导，最主要的是区域还受保护，一区一县它只能开1家。所以说你觉得这是个机会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On partira à la nage, on aura la main et la boire, seulement peu de courage, alors viens jouer dehors, alors viens jouer. 哎，大姐，怎么在哭呢？老远就听见了，什么情况啊？老板，你来了啊！刚才我老公打电话，他把我数落一顿。数落你一顿，什么情况啊？又因为什么事儿？因为家的事呗。因为家里，来，先别哭了，来起来到办公室说吧，来，别哭了，来，大姐先坐了，先别哭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来，先喝点水呢。先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不是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这？因为刚才不是我老公打电话吗？他说让我回家照顾孩子，孩子马上要上学嘛。他为什么要你回家呀？就是因为孩子上学啊？对，因为家里还有个老妈嘛。等于说就是没人照顾。
是的。他呢？他现在在干什么呀？是？他在工地干活。在工地干活是吧？你说你这个是吧，在工厂也都这么多年了是吧？你说是吧？来这儿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差不多把你当亲大姐的带，知道吧？你这突然说回去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，知道吧？你孩子是马上要高考还是什么情况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他成绩一直往下降嘛，就也就想回去照顾他嘛。回去照顾他是吧？就主要是这个方面原因。还有就是说自己想创业嘛，就手头有钱也不多，就是几万块钱。然后不是前段时间你不是出差嘛，我又关注了一下，找那个什么共享玩具店呐，我看到也挺火的。你还有创业的想法是吧？是的，就你这样的，我先那个什么样？你现在等于说你老公现在这个情况，等于主要是因为老人没照顾好，现在孩子要高考，学习成绩下降，所以才想让你回去。刚才在那儿起争执，可能数落你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是的。然后你内心也是有想创业的想法是吧？是。那你等于说我上次出去那个出差，你知道干什么去了吗？就是看了你们跑了那个搞别的开店子搞那个。帮扶知道都知道是吧？是的。你就看这个视频也是想回去做这个是吧？那行，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呢。你走呢，我可以放你走。其实你走呢，我确实还是有点舍不得。但是我首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共享玩具店这个项目什么意思，知道吧？你要心里要搞明白吧？这个项目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玩具与共享的形式啊。家长可以拿到公园广场去玩，可以在店里玩，可以是吧？拿回家玩都可以，是吧？一年家长。你家孩子小时候的时候，一年买多少钱玩具？你现在有没有别这个小点的孩子？有。我的那个亲戚有个孩子买了一大堆玩具，然后都玩一段时间了，玩累了就想丢掉。喜新厌旧嘛，是吧？你合一年多少钱吧？大概一个孩子？那最少也花几千块吧。几千块是吧？那如果说我说让你花299块钱，在我这里办张卡，然后你可以免费玩一年。你乐意还是不乐意？而且还可以换着花样玩。我肯定乐意啊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，老板？这是这么，那肯定现在就是这么好的事儿。我们的店都已经开200-300家了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就是共享玩具店的一个核心，替家长省钱，替小孩提供了一个更好的、愉快的游乐场所，明白吧？就这么一个道理。然后呢，我跟你说一下如果做这个共享玩具店呢，是这样。现在你如果真的是回去想创业，我也愿意支持你。但是是这样，你自己看一下行不行啊？就比如说是那个你回家，你至少要找一个60平方以上的店面啊，在哪几个地方呢？小区比较密集的底商，或者说这个学校附近，或者幼儿园附近，或者挨着广场附近，这几个地段都是最好的，有小孩的人流，明白吧？你去找一个60平方以上的这个底商门脸，然后呢，房租你自己付，简单的装修啊。为什么叫简单的装修呢？关一下大白就行，把那个室内四面搞整洁就行了。这个你能不能做到？应该能拿得出来吧？这个。那我自己有门面，那可以做吗？你自己那更好了呀。你要自己有门面的话，就不需要花租金的钱呀，是吧？来，接下来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这一个板块。你要是就算去租你是在县城还是市区里面呀？我的县城。你县城的话，一年是吧？大概60多平方左右，可能也就是差不多房租2-3万的一个样子，年房租是吧？也就这样差不多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了这么多家店，有这个经验。你要是房租能谈到是吧？季度付或者半年付，可能就更少了。然后这是这一个板块，剩下的呢，听清楚，你店里配备所有的东西，我来帮你配备好。就是什么呢？门头我帮你制作好啊，我给你放4万块钱的货进去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我把那个货架也给你配备好。电脑、打印机、会员卡系统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消毒柜啊，然后背景字、前台桌，孩子玩的这个游玩桌，还有这一个消毒柜啊，刚才讲到过了啊，包括这个开业前的宣传单，我都帮你印好，全部给你搞好。然后呢，这些我给你配备到位，好吧？你就负责好好去经营就行。你觉得这个事儿，你有没有信心干？现在？那我肯定有想干的，那要花多少钱呢？那这个钱我现在不用你出，这事儿算你在我这儿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扶持你来做这件事儿。但是有一点听清楚了啊，房租装修你自己付啊，这些费用啊，这些东西我来给你承担，给你配备到位，不需要你花钱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挣钱了咱们点55分，你同不同意？同意，那肯定同意的。肯定同意啊，是吧？
我这么做呢，也是为你在着想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你这样一来，你又能回到老家，是不是？既能照顾好老人，也能照顾好小孩，是吧？你能相互照应一下，对不对？老公可能也不会再去挤兑你或者怎么着的，是不是？说你没照顾好家庭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的，是的。更加就是怎么说呢？小孩如果各方面或者老人如果都身体比较硬朗，或者小孩也比较听话的话，是吧？你可以把老人小孩弄到店里来给你帮忙，是不是一举多得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都不用请人工了。那肯定好啊，那要是我自己的门面呐，那就要省多少钱是吧？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但是怎么说呢？不挣钱，如果说不挣钱的情况下啊，我不会去跟你提这些事儿啊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你也不用有什么负担啊，好吧？挣钱了咱们就5-5分，不挣钱跟你也没啥关系，我也不会去责怪你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了。那玩坏了的那个玩具了怎么办呢？玩坏了的玩具不用客户赔，也不用你赔，公司来兜底，免费换新，玩坏不用赔，只要别跟我玩丢了就行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能不能干？能干，可以，可以干是吧？那客户肯定就一听，肯定就马上办卡来要在这玩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肯定啊，那么好，玩坏了又不让他赔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是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啊。然后这是关于这一个板块啊。那你看一下这个事儿，如果你决定好了，那咱们就按照这么执行，行不行？行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那我就有个事儿，我要跟你嘱咐一下，这个呢，创业呢不比打工上班啊，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说今天干事，今天就想有结果，那么你只能去做临时工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如果你这个月干完事儿，你这个月就想拿到结果，那你只能去工厂上班，明白吧？明白。创业呢，有可能是你前面1个月、2个月可能都不怎么挣钱，在前期在做铺垫，但是可能第3个月、第4个月能去挣到你比你以往可能1年、2年打工3年的钱都不止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肯定懂啊。然后我孩子也照顾了，然后老人也照顾了，钱也挣了，就是那3个月几个5，就半年也可以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就是说白了就是贵在坚持。但是我们这个模式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我是给你打个比喻，给你提一下这个醒，干任何事儿要有这个坚持，知道吧？不能半途而废。就是说看好了，我决心好了，我就把心思全部放在上面来干这件事儿。做事儿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杵头，知道吧？是吧？那什么事儿都干不好，3心2意，懂我的意思吧？我知道你。然后有任何不明白的，听清楚啊。你在公司这边待了这么多年啊，都有专人对接，包括你回去选址要不懂的也有专人对接啊。要实在不会的话，我在这边派个专业的选址老师到你那边去啊，去帮你选址，包括开业前的准备、产品的营销方案，以及这一个货物设计摆放，这些都有专业老师到店里去帮扶你去做这些事儿，好吧？再包括开业后可能1-2个月啊，如果在我的行程之内，我9月1号马上要去进行第3次全国共享玩具店的帮扶指导。如果啊有你途中有你这个地方啊，我可能也会把你归纳在内，到时候我去也看看你们经营的一个情况，我也会现场去跟你做指导。有好的营销方案，我会及时给到你；有问题，我也会及时帮你指出，帮你解决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。要有公司这么大一个强大的后盾在跟你做支持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就没别的说了，好吧？没有。啊，要不要签合同呢？合同肯定是要签，但是这个钱呢，听清楚啊，就前期不用你那个付，就是店里面的东西。你如果有门脸呢，你就自己弄啊，那就不用花什么钱了。你要没门脸，反正你就自己就承担门脸和简单装修一下的钱就行了，好吧？好。别的话呢，我就没别的话。然后这2天呢，你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，在这儿呢多待个2-3天，然后我安排专人，就是跟你对接一下这个共享玩具店的一些事情，也都比较简单，没有那么麻烦，好吧？你就好好先跟着学一下，回去就直接找店面，好吧？好。行，那就先这样，心里就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，好吧？好。行，晚上你回去跟你老公说一下这个事儿，好吧？行，那就先这样，你下去忙吧，好吧？好。老板你好，我是过来面试的。给我一个让你留下来的理由。哎，你怎么摔我手机啊？从我下个月工资里扣。行，好好干。你呢？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医药费从我下个月工资里面扣。行，好好干。那老板呢？就是他呢。机器坏了，我给他打了好多次电话，让他去修，他就不去修。不是咋牛工，你咋不去修机器呢？老板，你得问他。咋回事？是这样的，老板，你看这几天这个扫地的扫不过来，是不是？我就把他安排过来，在这扫地，这也没什么呀。说的那么好听，你不就是让我到这边来给你的亲戚腾位置吗？
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跟我在这儿啊虎口喷人啊，你不要在这儿瞎说。行了啊，都先别吵了啊。是这样啊，你本来也是技术工种是吧，刘工啊？你这样呢，机器现在那边都坏了啊，工厂半拿人数啊，全部都在那儿闲着没事干，知道也干不了活，是不是？工厂损失也比较大。你现在抓紧时间，先去把机器修了，知道吧？你这个事儿呢，我待会儿呢肯定马上着手给你调查一下，调查出来之后，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吧？然后你也来工厂这么多年了，什么人品我也知道啊，也是老员工。下个月我给你整个2000块钱工资，好不好？老板，我也不是不给你面子，你也不要在这里给我画大饼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在这个公司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哇！哎，王经理，麻烦你签个字。年龄大还是不错的啊，挺会来事儿。好，可以了。来签个字，王经理。现在这年轻人一点都不懂事，拿走。怎么了，王经理？今天这个签不了。咋签不了？是资料没齐还是怎么了？那肯定呐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这资料准备的挺齐全的呀。叫你拿走就拿走，一点都不懂事。你是不是今天第一天来上班啊？啊？怎么啦？怎么了？你不用来了啊，下午直接走吧。嘿，你不辞职不行吗？不行，老板。给你升职？不行。加薪？也不行。不是，你看你也来这儿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我也一直把你当做一家人来看待，是不是？现在工厂现在也这么忙啊，你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既然要辞职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老板，我确实现在必须要辞职，因为我妈妈现在生了重病，然后现在在医院里面，她要做手术，我现在要回家去照顾她。是这样，你家里没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老板，我就是我妈妈一手把我带大的，她就是我一个子女。等于说就是从小你跟你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是吧？是的。不是，那现在病情很严重。对呀，医生说他马上要做手术，不然的话那个生命就有危险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也苦了你了。是这样呢，作为老板呢，遇见这事儿是吧，也不能袖手旁观。你这样呢，你那个母亲这一块呢，治疗费用够不够啊？还差5、6万。还差5、6万呢。这样了。多了也不多说，你来这儿也这么多年了呢，这10万块钱你先拿着，给你母亲回家先治病。老板，这不好吧？你看这么多钱，我现在我估计我母亲现在治这个病的话，估计一时半会儿我也不能上班，这个钱太贵重了。你听我说啊，这个钱给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也配拿这个钱。这么多年你在工厂的表现我也一直知道，知道吧？你的人品呢我也相信，这个钱是吧？你拿着先去给母亲治病，有钱今后还我，没钱我也不会找你要啊，好吧？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但另外这个东西呢，我也给你直白说明了啊，这个辞职书啊，我是不会要的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当场给你撕了，你回去把病治好了，什么时候把你母亲身体照顾好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，时间不设限，好不好？那老板这么多钱，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欠条不用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啊，我信得过你，我也相信你的人品，知道吧？你搞欠条就欠外了，我也刚才一直跟你们说过了啊，你们是吧？五湖四海千里迢迢来到我这个地方是吧，也都不容易，我始终都是把你们当做一家人来看待。我让你写欠条了，成什么了？是不是？就有违我刚才说的那一句话，什么叫一家人？一家人就是要无私的去奉献，无私的去帮助，遇见了是吧？有困难一定要去帮的那一种，知道吧？可是老板，我妈妈如果就是手术做完了，她肯定康复后面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上班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时间给你不设限，知道吧？你什么时候把你母亲的病情照顾好了，一直是吧？她能自己生活自理了，你到时候再过来就行，知道吧？这个你都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，明白吧？那行，那太谢谢老板了。行，那没事，你把这个钱先拿着啊，回去先给你母亲治病啊。如果不够，你到时候直接跟我说，我再给你打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老板。那我今后等我母亲的那个病情好了，我一定回来好好工作，好好报答老板。行，我明白啊，我都知道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就撕了，当你面撕了啊，好吧？你就不要再提辞职的事了，好吧？行，那你直接回去，一会儿我让财务给你订张机票，你直接先回去照顾母亲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来下一位。领工资了，管理我来领工资了。你来领工资了是吧？那你看一下啊，你的工资，你是不是叫什么王露露？对，你看一下啊，你迟到2次，扣你200块，早退6次，600啊。
怎么扣那么多？早退加迟到啊！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呢。还有一次啊，返工的1000块钱，现在返工没办完，先扣你1000，好不好？那我加班费呢？你先拿着，赶紧签字啊！这一个月挣这几百块钱不错了，拿着，我没有什么加班费，这里都是义务。加班怎么没加班费啊？都是义务加班的，好吧？赶紧，这几百块钱都不想要，是不是？还不错，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呢。严总忙着呢。啊，对，我来领工资。今天怎么是你亲自发工资啊？对，现在正好在看你们这个，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我亲自发啊。上个月工资呢，差不多接近2万2了啊。然后呢，上个月迟到几次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没算过。没算过啊。你早退有事几次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给你算一下啊。上个月迟到了有12天啊，一天呢不扣你多的，扣500啊，好吧？早退你早退了8天啊，也不扣你多的，一天扣200啊，多少钱了？算了吗？差不多4000块钱了啊。然后呢，上次因为你的原因，有一批客户要的挺着急的货物啊，你下面的厂，你所主管的那个下面的厂下面的那个组啊，也没交上货来，导致了客户订单订了3个，退了3个。你说这个责任放在谁手上？啊，是不是跟你有原因？这个货物直接让公司损失呢，至少不下于10万的一个价值啊！我也不扣你多的啊，扣你5000块钱，没问题吧？啊？那你这样扣那么多，我这个月吃啥呀？你吃啥？你不是还有1万多吗？是不是？吃啥啊？为什么扣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？不清楚啊。不清楚啊？那员工都反馈到我这儿来了，不清楚啊？一个老员工都48岁了啊！明明你们下面规定员工是吧，迟到一次罚个20块钱就行了是吧？早退有事的就不用罚是吧？有请过假的是吧？就算是因为有特殊原因他没有打报告是吧？扣也就扣20啊。那个女员工你扣了多少啊？还迟到一次罚人100啊。货物因为你自己原因你没有监督到位岗位上是吧？你直接扣人1000，还只是先扣1000。你别人一个月辛辛苦苦一个月发个几百块钱工资啊，人家是要生活了，人家要养家呀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是不是？多大岁数了？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？啊？没想那么多。没想那么多？那谁让你私自违规的扣的？是你的主意还是谁的主意？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那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谁给你的权利？我问你啊。我只是想让他们长长记性。长长记性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长长记性。我看我这么扣你一次，长你记性了啊！服不服？啊？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啊！我不是有心要扣你啊，好吧？知道错了，知错能改是吧？善莫大焉。把那个女员工工资啊，她如果是有事请假的，是吧？就不要扣了。然后是迟到的这个，因为工厂有工厂规章制度啊。这个都无可厚非，20块钱一次，你别跟我搞到100块钱一次了，你搞100我扣你500一次，听见没有？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，还有人家的工资剩余多少没发，该补过去全部补过去啊，好吧？补完了，把转账记录啊过来给我看一下，完了你的工资呢，我该发你多少是多少，好吧？如果没处理好啊，就按照刚才那么个记录给你扣就完事了，钱今天你就先别拿走，好吧？把事儿处理完了过来再找我。明白没有？好了，严总，我知道了。多站在他人立场上考虑一下，是吧？来到你下面呢，跟你在工作是吧？就是你手底下的兵，不管是出于工作还是人情这一方面，是吧？多给予一定的关怀，不能太死板，明白吧？行了，下去吧，不说别的了，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过来找我。好，知道了，严总。过去吧。